八字金過多五行嘅朋友要特別留意啦。乜嘢叫做金係過多呢？一個八字裏邊如果有3個金或以上，就一定係過多啦。以呢個例子做例啦，一個庚金、辛金，第2個、第3個辛金，第4個金，第5個又係金，所以呢個命格咧，佢嘅金係過多啦。金喺我哋身體嚟講咧，就係代表硬嘅物件，例如係我哋個骨啦，同埋我哋個氣管啊、肺部五行都係屬金嘅。咁所以咧，日常咧要好留意呢啲健康方面嘅問題咯，容易會有撞親啊，或者有頭痛啊呢啲事件嘅喎。咁好啦，呢個命格如果係金咁多，佢個用神係乜嘢咧？用神一定係水啦。咁所以咧，平時可以多飲水啦，浸浴浸耐啲啦，做一啲游水嘅運動啦，甚至乎喺衣着方面多啲淺藍色嘅衣着，多啲淺藍色嘅被鋪啊，屋企嘅裝飾啊，都用呢啲水嘅顏色咧，係可以化到金呢一種過重嘅問題喎。特別留意啦，盡量係少帶一啲嘅飾物，就係金屬飾物啦、金鏈啊、鋼錶啊呢啲，盡量係少啲用咯。